好了，以後今日有一些廣告後轉到了福建來嚟節目嘅現場咯，嗬。今日係禮拜日，何康健來報道嘅單元哦，都也現場啊，俾大家來倡導嘅即心路基金會嗬嘅主總來到也俾來大家講到早期療育，係講我下有聲音嘅哦，你講真實嘅哦，咩愛養心到位，注意到位啊，係咪講佢有發展較慢嘅情形嗬？講到也頭先都了解有來記下啲嘢嚟哦，嚟講到一個發展較慢。順來輕養嘅嗬，發展慢慢地要運動到種冇輕養嘅啊嗬，可能要身體嘅，要一個心理嘅，韓國頭先講到一個軟地動到嘅層面嘅部分嗬。而做地先來記就啲嘢來留大家嘅講下，順來也發展較慢輕養嘅，而且一張長途。發展較慢嘅長途吼，每個成員嚟攏無乜嘅強用吼。普通嘅你看到嘅較嚴重嘅成員嚟吼，攏係全面嘅發展嘅遲緩。全面咧就係頭先講到嘅嗬，一個身體嘅一個心理嘅，韓國其他所有嘅部分，全部就係人哋嘅部分咪係。攏係全面嘅發展遲緩。一般的你哋吼，將個你哋幼稚園看到吼，較慢的聲音吼，可能吼攏一部分較慢，比如講講法較慢吼，談唔實咁樣添，係講法較慢，談唔實，吼，也就係比如講你也下睇現實老佢講法，吼，也聲音嚟愛回答嘅時間，佢可能就講唔出，也係講到動慢，以為可能佢。因啲安尼睇人哋講乜解，唔啲講也睇人也嚇講嘅係乜嘅意思，嗰時候佢都冇法度來回答嘅，係冇法度來回答，因為係一種咁樣係，好，也就係一種嘅一個情形啦，吼，做家長嘅做愛強心地位嚟，係，所以你看頭前你講吼，看嚴重嘅啲在那個醫院的時候，哈，就會幫人發現，係，唔過你倆講嘅發展嘅遲緩嘅系統，哈，你就會從較強心地位。可能係講法較慢的時間，也係你嘅認知較慢的時間，吼，也係較慢會本你會發現呢。講到嘢嗬，比如講我聲音咧，講切磋白爬叫生啊啦嗬，一個白張嘢做太極，做對講到都天氣好，哎用再爬來爬去嘛，那係去可能係會同時會攞見攞嚟教一掉啦嗬，呀。過來就係講到差唔多11張嘢過後，應該就慢慢嚟做一啲講行路咧。11張嘢像一些時間吼，有些人咧就會負擔做嘅吼，負擔做嘅吼，變擔做嘅就會行。即係就會上去開始來行嘅嗬。一日時間喺講過下嘅聲音咧，比如講啊，幾多也10張嘢、12張嘢，有一些人嘅時間，佢行係唔曉行係。講無膽也好啦，吼，係你唔敢行，用嘅時間就算發展較慢嘅咩？你冇聽錯過，吼，有啲聲音嚟吼，有啲聲音嚟吼會較慢，譬如講細模嘅行路吼，可能就會比你嘅細拉就會較慢。哦，古時你有看幾聲音嚟吼，細模嘅人來講，佢學行路會比細拉較慢一啲咧。係，你冇聽錯嘅吼，唔過你做嚟定聲音嚟一下吼，可能一細係冇行路，唔過你會全面來看吼，看佢嘅。前面的發展階段吼，會反旋嘛，佢頭拿，因為抬頭嘛，佢會在前幾個月的時候，你就會低嘅。都估數喺前幾張嘢咧時間，你就要開始注意嘅，唔一定到一下曉得行路嘅，將來注意也較慢嘅哦。看佢爬有啲爬嘛，看佢變定坐墊咧會坐定嘛，吼，你喺過船吼。幾隻嘅人講，意思就會講，幾隻講一張嘢咧時間，可能講看啦，吼，兩張嘢咧時間就有幾個也發展嘅一隻過程，都一個7張嘢可會坐會爬，吼，一條吼，全部愛留意，幾隻嘅過程全部愛留意，看下佢係咩，有幾隻嘅發展起來，係講冇做到，係講其實就慢嘅時間就愛來注意咧，係就愛來注意嘅，吼，你嘅每隻聲音咧，吼都有你講咧兒童健康手冊，又也係看到書行拿嘅有兒童健康手冊，每隻聲音攏有，吼，你喺聲音咧，吼，啲杯手冊啲杯度啊，吼，佢上來佢嘅也內容都係老聲音嘅空間，吼有關嘅部分嘛，吼，也啲杯佢哋應該醫生。
哦，有的醫生愛記錄嘅，啊也有的就係家長愛記錄錄嘅，好，因為你就有一種叫做乜嘅家長記錄嘅事情，韓國空間檢查嘅記錄，從呢部分也係4章嘢到10章嘢，家長愛記錄嘅嗬，呢條部分愛用嘅來注意乜嘅愛用嘅去看咧。你係做係嗬，你我去帶你嘅聲音咧嗬，我去醫院嘅檢查嘅時間嗬，你家長就會先來記錄好，嗬，記錄家長做啲讀下，也做一個完整嘅一隻記錄嗬，比如講一個自己就講4章嘢啦嗬，自己吉他咧也愛寫嘛，真係愛寫清楚，再過來都係檢查到一下，一到係咪有係煙嘛？嘅全部也都未愛寫唔清楚，了解下不會清楚，因為可能你發生過嘅事情嗬，冇來記錄起來下來嗬，攏會唔記得啦嗬。有樣，所以嗬，別擺有來你提醒哈，乜該什麼時候有生過病啊，住過院哈，你攏愛來記來清楚啊，本漢擺你帶生人嚟去健康檢查嘅時節，老醫生講，係啊，如果乜該用嘅，對乜該用嘅會過敏，好，你咩咩老醫生常講。冇安樣係啦，嗬，本來咧，你做啲看得到嘅嗬，也會有連佢食東西嘅部分，你咩愛來全部做愛來做記錄。呢一條啊，做係你係從也係4章嘢到6章嘢，也4章嘢到10幾年，都是也計，所以佢有一隻主期做出嚟，幾章嘢，都算一隻期間啦，嗬。好。也就內容來講咧，內容來講就4幾年嘅時間嗬，佢訓練嘅狀況係樣嘅嗬，因為係吃幾多擺嗬，佢配方奶嗬，佢配方奶係吃幾多擺嗬，大擺係吃幾多嗬，你咩記起來嗬？也都全部都凍葱藥，凍葱藥嗬，媽媽攞嚟記起來嗬。添加副食品從6幾年開始嗬，就做的是副食品嗬，副食品是乜嘅東西？嗬，你咩做嚟記錄下來嗬，然後先生來講係樣，也都就全部係醫生啊嗬，全部愛來注意到，咪希望愛來了解到嘅啦嗬。嗰生下來應講到有色啊，有業做愛有存咪嗬，佢嘅日行同嘅方式啦嗬。韓國一睇睇佢係乜嘅樣嘅戲，嗬，全部愛啲，你兒童健康手冊佢哋前面佢咩老媽媽講嗬，那種嘅便便，那種嘅便便係菌熊，那種嘅便便係冇菌熊。哦，有啲波都有圖片啊，圖片嗱張嗬，你都同觀眾朋友嚟看下嗬，比如正常老唔正常嘅，係點樣老媽媽嚟講啊？好，也就係都有啲波度，有啲講可能做媽媽嘅啊，嗬，也講阿爸阿妹，佢都上班下真實就冇乜嘅了解，就唔知從都入邊你就做得看得出來咧，嗬。好，也就係一部分。另外呢，也個生意呢，唔係食飽就衰咩？哎呀，部分咧。食飽就衰，睡眠嘅問題嗬，咪動到生人嚟咪愛注意嗬，有啲生人嚟嗬，超過6幾年嘅時間嗬，咪係日夜顛倒嗬，咁樣就會來注意啦嗬。但用有啲生人嚟嗬，早晨都冇早前睡嗬，早晨10頭睡，係晏午10頭就唔睡嗬，有啲生人嚟咪睡眠咧。時間當短，嗬，有啲生人嘅睡眠嘅時間要長長，嗬，用嚟按多長，用嚟按多短，咁樣做啲老師醫生嚟討論係樣嘢嗬，估到有嘅睡眠嘅部分啦，嗰嚟就係重要嚟咯，有嘅發展嘅狀況嗬，呀，愛樣嘅咧嗬，嚟看下嗬，有邊有一道嘅內容嗬，發展嘅狀況係樣嘅，好，發展嘅狀況嗬，4到5幾年嗬。看攏係，有邊做係4到5章嘢嘅時間，也生人咧應該會有嘅一隻，比如講，老佢男人嘅時間佢降緊，有硬毛，係有硬，韓國佢嘅頭腦就做得清彩挺痛嘅，做5幾年嘅時間就差唔多冇嘢哦，係，拍單嘅時間，係講佢那忙前嘅時間。忙前嘅時間，係都係佢可能係冇法度按用自由挺痛嘅時間，你家長做愛注意咧，係注意咧，係，我做注意咧，可能等到6幾年嘅時間，鋼琴都忙硬，嗬，7幾年、8幾年都忙硬，嗬，按用做可能會注意咧哦。好，也都係人講對，也嘅人講到佢係講身體要發展好來講，一動到嘅通眾人講嘅就係佢出閘嘅反應嚟，錯嘛？嗬，出閘反應出來嘅時間係講正常就冇問題。嗰生下來就看到嘅
早稍下来看看念咩动作嘅部分吼，动作嘅部分，动作嘅部分吼，差不多咩係4到5個月吼，咩愛鋪定嘅時間吼，係跳拿上嚟，我起來，啊上嚟去拿東西，吼拿東西教吼，啊都差不多7個月、8個月、9個月，你攏望出來吼，要做較注意嘅時間啦，吼，也做還有其他嘅咩吼，按樣來看吼，也做會佢會 sell 啦，韓國應該一下就會做一隻企咧，好，也就係按啲規則嘅哦，算起來就係也個生意嘅發展嘅情形，係講有問題嘅時間，家長按樣來處理嘅。你有問題，發現你嘅生意呢，吼比一般嘅生意較慢嘅時間，吼，你做等吼，先去各大醫院嘅心智科，吼，或是兒童的復健科，吼，來攏做等，係。係，學古所做係，你講到一條部分啦，係講做係發展做無咁好嘅時節啦，吼，你做得帶去一個較大嘅醫院嘅復健科，韓國咧，還有心智科，兒童心智科，也做愛來問下原意哦，即講到你嘅心智科韓國復健科吼，也兩種，也算來做係無共用嘅科咧吼，用唔愛帶去也兩種科來俾人先生看咧。你看吼，看人家生意嘅需要係乜解吼？一般吼人家生意嘅吼，也行路較慢吼，你可能人家生意用會7個月嚟吼會爬吼，7初8爬嘛吼，8爬吼，從一歲係咪會爬吼？負定變定咩唔會起吼，有可能就帶去復健科來看啦。一下也個復健科嘅醫生，就會攞來做一隻，應講到喺詳細嘅一個測試啦，亦係講檢查啦，吼，所以來係用嘅哦，係講咧，人都一個黃金時期，所以講前後嘅治療時間也比啊，吼，人做得了幾多來即講做前後嘅治療，係講到來了幾做復健嘅時間，可能慢慢咧，就像頭先講到嘅吼，一個較早期發現，早期來做一隻治療，佢就聽得到其他嘅聲音咧。另外一張頭先第二隻嘅就係一個第一隻係復健科，第二隻係心智科。心智科，哦，呀，心智科係請帶生意嚟去看，係生意嘅專門嘅係冇？生意嘅專門嘅咩有吼，看睇人嘅咩有吼，生意嘅做咧去兒童心智科，種較大醫院去做分兒童老成人吼，每一天啊掛號進去嘅時間吼，攏做得看。哦，所以掛號過後啊，吼，因為做到了解心智科也必要，當然也時節啦，吼，醫生會用嘅來判斷，韓國你家長會提供呢條嘅資訊一條吼，你家下聽真個繼續來聊大家來講到，成都也必要，來聊下聽。